你哋知唔知老公陪住自己嚟揀翡翠嘅，到底係點樣嘅女人？最近唔少粉絲過嚟揾錢咧，都係同老公一齊，佢哋咧嘅從容淡定同埋舉手一投足，都令我好感動。每一次我內心都有回響。我總結出嚟就係呢3種女人，睇下你係咪其中一種。第一種咧，我稱佢為優雅嘅底氣女王，佢哋唔需要撒嬌討好對方，一舉手一投足，老公就知道佢想要乜嘢。呢種女人請翡翠嘅底氣都係老公俾佢嘅。第二種嘅女人咧，我封佢為有智慧嘅家庭經營者。點解咁講呢？佢哋好多時咧帶住老公過嚟請翡翠，係送俾自己嘅仔女。佢哋嘅眼光係落足喺傳承，所以無論係嫁妝又好，或者係各種嘅禮物，佢哋更在意係俾子孫一輩20年後嘅情感升值禮。第三種女人咧，我封佢為屋企情感紐帶嘅掌控者，因為作為女人咧，係屋企好好嘅氣氛同埋情緒嘅調節劑。呢種女人嘅老陪佢嚟睇翡翠嘅時候咧，特別認真。佢哋就好似談戀愛嗰陣時咁，一點一滴都幫佢研究、去探討，甚至乎呢種男人咧已經將自己鍛鍊成翡翠嘅半個行業。呢個女人喺佢心目中，你話幾咁重要？成功嘅婚姻咧，就係佢心甘情願咁為你嘅人生添光彩，不愧為育養有緣人。婚姻咧就好似翡翠咁，陪你打磨嘅時間越多，日子就越透亮。珍惜喺身邊同你一齊睇翡翠嘅男人，佢一定係你嘅有緣人。如果你嘅老公都陪你逛過翡翠嘅，不妨喺評論區交流一下，你係咪就係咁嘅女人？等我哋多啲向你學習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蝦。